大家好，今天是一心讲堂菩提道灯论的第13堂课。前2堂课我们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三世夫的总体概念，先是介绍了有关世夫这个词的定义，对三世夫进行了总说，然后呢又分别从三世夫各自的目标、发心和修行方法3个方面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最后呢也讨论到了3者之间的关系和修行次第。那么具体来说，要怎么去学习呢？或者说一位具德的上师应该怎么去培养一位具气的弟子呢？根据噶当派教言，上师教导弟子就像妈妈养育孩子一样，在他婴儿的时候只能喂奶水给他，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可以逐步的喂一些很软的食物，一定要根据他的消化能力小口小口的少量喂食才行。上师教导弟子也是如此，要慢慢来，欲速则不达。养育和成长都是需要时间的不能着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妈妈还是上师，为了孩子弟子能够健康茁壮成长，需要很有耐心信心的去一点一点培养和教导才行。以前有一个人来拜见噶当派大师夏拉瓦，请求传授本尊成就法，但却被大师拒之门外。夏拉瓦的一位侍者就请求说，看在他这么恳切的来请法的面子上请你发发慈悲传授给他吧。夏拉瓦听到之后呢，这就像妈妈抚养婴儿一样，如果一下子喂给他这么多，他是没有办法消化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程度就像小朋友一样，消化能力有限，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和吸收那些深奥的法门。就像是如巴噶举的大成就者仰光巴大师所说的那样，通常人们都偏爱那些高深的法门，而对基础的教法嗤之以鼻，尤其是谈到一切皆空一切皆无各种高超大法门的时候，更是情有独钟。这些法确实很无敌，但并不代表修法之人也一样无敌。虽说法是大圆满，但这并没有用。人也得是大圆满的水平才匹配得了。我看过很多人在讲法的时候一副才高八斗的样子，但回过头来
看看他本人的真面目，却是猪狗不如。所以说，如果只是把法停留在文字上，没有去实际应用的话，那跟哼哼佛曲、鹦鹉念经又有什么差别？虽然呢，仰光巴是800多年以前的一位大德，但是呢，换到今天，情况还是一模一样。现在很多人都想了解空性、实相甚至有些人呢，开门见山的就请上师指引心性。但是呢，要是自己的心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直接给予空性的教法，那师徒两人都有可能产生过失。什么过失呢？师父会造作对非具器弟子讲说空性之嘴，而如果弟子对空性产生误解甚至邪见，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所以呢，学习佛法就像吃饭一样，一口吃不长胖子。刚起步的时候，上师一定要非常有计划，而且是严格按照定量的来给予弟子教导，不能一股脑把全部内容都灌输给他，必须得按照步骤次第引导不能心急。最终呢，就是必定会把深广的大乘法门悉数传授给他。这是从上师教导弟子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作为弟子呢，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训练也应该如此。就像去健身房锻炼比如说为了增加臂力，可以从举哑铃开始。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只能举起来就5-6公斤，然后呢，随着日复一日的这种练习，慢慢增加重量，最后呢，就是轻松举起30-40公斤都是小菜一碟。肌肉不是1-2天就能长出来的，还要配合饮食作息，需要时间和有效的方法。假如刚一开始就想举起几十公斤，要么就是根本做不到，要么就会身受重伤，不仅起不到任何锻炼的效果，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修心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急于求成。锻炼身体还得讲究方法和周期呢，更何况是修心。不仅一步一步的次第修行非常重要，而且呢，基础打得稳固也是非常关键。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比喻就像在结冰的河上筑墙，天寒地冻的时候呢，看起来稳固，一旦春暖花开，马上就功亏一篑了。学佛也是如此，没有基础的这个修行者，平时看起来清静温和，一副有智慧的样子讲起佛法来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可要是遇到情况呢坎坷不顺心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原形毕露一点看不到修行人的影子。
所以呢，学佛不仅要从基础开始，而且还要一步一步学得稳固修持到位，这样才能起到效果。佛法不是旁门左道，不能盲目的去学习。不要总是想着怎么能够更快捷、更方便、一步到位、立竿见影。那是像快餐一样的信仰，只能解决一时之急。佛法是正性的法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呢，值得我们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修持。之前说到过很多人问觉解哪个宗派的见解他比较推崇，觉解始终保持中立状态，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呢都应声附和，表示赞同。但是呢，一旦讲到行持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判若两人，不轻易迎合任何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见解或者理论是可以百家争鸣，大家一同探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真正的实修是必须从最基本的法门入手。所以说，无论我们属于哪种根器，从最基础夏师傅的内容学起，是觉解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原则。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误解以为夏师傅的夏就是低下低等的意思，所以呢，一听到夏师傅马上就心里就看不上，觉得层次不够高。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夏师傅的夏是相对于上师傅的上来说的，但是呢，对于我们的水平来说，夏师傅实际上就已经是上师傅，因为我们连夏师傅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比如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因果业力这些概念我们都还没入心，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呢要先看清自己的水平，再去学习适合自己的法门。以前噶当派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夏尔瓦大师的。那个时候夏尔瓦大师还很年轻，听说后藏密法兴盛，于是呢就决定启程前往后藏，去完整系统的学习密法。途中呢，经过一个叫做打龙汤的地方，刚好这个波多瓦大师正在宣讲道次第，于是呢，这个夏尔瓦就在那儿听了一堂课。听完之后呢，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学习密法是彻底没戏了，于是呢，他就决定潜心修学道次第法门。那年夏天，就在波多瓦座前认真学习了《集学论》。当时夏尔瓦正好有一个叔叔担任一座寺院的住持，所以呢，家人们呢也期望夏尔瓦能够接任这个住持的位置。可是呢，《集学论》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意思是说，如果成为寺院的执事，就总是免不了造作一些过失。夏尔瓦一想到这，毅然决然地回绝了住持的安排，从此呢，就是留在波多瓦大师身边
学习，直到波多瓦圆寂。后来噶当派的大德是这样来评价的：夏奥大师是一位真正有福之人，不同凡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仅仅是听到了几句法，就能下得了这么大的决心。可是我们这些人呢，就算听了100遍、1000遍，也下不了任何决心。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最基础的修行，虽说是基础，但同时也是可以直接引导我们成就的法门。法不在高，不在深，关键在于有没有入心。要是没有基础的修习，那学习大乘秘法都只是枉然。波多瓦曾经说过，以前我的修行不够扎实，道行不够深，所以做了很多秘法的持诵，做过很多大多玛，也观修过空性，也修过本尊大手印，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时候该观修无常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修法是修给自己的，不是修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用来跟人家攀比的。自己什么水平，要心知肚明，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连波多瓦、夏尔瓦这样鼎鼎有名的大师都觉得自己高攀不起秘法，我们怎么好意思一直说自己要学习大乘甚至秘法呢？总之呢，我们已经反复说明了夏师傅的知识是必须要修行的课程。那对于初学者来说，具体要从哪里入手呢？从哪一部分内容开始学习呢？这里就要谈到往昔噶当派不同大师各自不同的引导方法。觉沃姐生前把道次第的法门呢传给了准敦巴。起初呢，准敦巴并没有传给任何人。后来呢，由于一些人呢就不断的恳请，准敦巴才决定传授。刚开始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1对1宣讲，比较隐秘。后来呢，到了准敦巴晚年的时候，他也觉得这样一个一个教下去，教不完也来不及。他自己也说，如今年事已高，上师给了这么殊胜的法门，不能失传，要有更多人聆听和学习才好。于是呢，这才开始在大众场合进行宣讲。从此呢，道次第就成为了大众的法门。不管怎么说呢，最初的这个教授都是1对1进行的。准敦巴根据每位弟子的这个程度个性和情况等等不同，进行量身辅导。就拿他3位最重要的弟子噶当3兄弟来说，每位领受的引导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后来这3位大师对他们自己的弟子讲说道次第的顺序也都不尽相同。比如普琼瓦从12因缘讲起，坚阿瓦
从四圣谛开始，而波多瓦早年授课的时候呢，从随念佛皈依入手，后来呢有一段时间从人生难得开始宣讲，晚年的时候呢又把死亡无常作为第一课。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每位大师讲的都是夏师傅的法门，但是呢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引导方法。这是荣登巴传承中的几个例子另外呢，觉悟节还有2大弟子，贡巴瓦和南鸠巴。贡巴瓦的这个讲说方式呢，是从轮回生灭开始，而南鸠巴呢，则是以如来藏作为开篇。所以呢，噶举派祖师冈波巴大师作为南鸠巴的再传弟子，沿袭了这样的讲说传承。比方说解脱庄严论就是从如来藏佛种开始讲起的。总之呢虽然说每位上师都有各自的引导方式，相关这个细节先不讨论但是呢就从根本上来讲，他们的方向和主体脉络都是大相径庭的。概括来说，夏师傅的修道可以分成2个阶段，前行和正行。前行顾名思义，是在正行之前类似铺垫一样的行持。具体来说，就是要在正式修行之前先来观察和评估自己具备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怎么来评估呢？这就谈到了前行的2个部分：暇满人生难得以及一直善知识。暇满人生难得就是通过观察和思维了解自身的状况和本身具备的条件，而一指善知识就在正式修行之前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和追随一位佛法老师的方式。所以说，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自己所处的状况，另一方面呢，要找到一位能够教导我们的老师。只有同时具备了这2者，才能踏入正式的修行道路。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先不讲这一指善知识，在灯论后面第6和第23句宋词当中会有提起到时候我再细讲。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前行的另一部分，暇满人生难得。虽然前面谈到道次第有不同的引导方式，但是呢，后来很多上师都是从暇满人生难得开始教起，所以呢，我们这次课程里也采用这样的步骤来学习。其实灯论当中并没有详细阐释这部分内容，所以呢，我也不打算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讲解，而是尽量用一些简单的语言希望可以引发大家对修行的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启发。有关暇满人生难得，我们可以把它分为3个层次来进行探讨：暇满、人生和难得。这3个词分别可以代表3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
暇满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暇满人生的用处是什么？或者说它的优势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它为什么难得呢？我们先来谈谈第一点，暇满的含义。暇满实际上是通过有暇和圆满两个方面来描述一种特定的人生和状态，说明什么样的人最适合修行佛法。其实不少经论当中呢，都讲说了为了学佛修行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暇满人生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当中就有一种说法，叫做艺术八功德。文中是这样说的：一者寿量具足，二者形色具足，三者足性具足，四者自在具足，五者信言具足，六者大事具足，七者人性具足，八者大力具足。简单来说，就是长寿、容貌好、朋友多、身体强健、生在富贵人家、全才两得、大公无私、言而有信、有口皆碑，各种学识技艺过人，而且勇健精进、刚毅敏捷，令众人敬仰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菩萨艺术八功德。也就是说，一位菩萨或者修行人，由于过去行善的缘故来世就会具备这些善果，而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从而能够就更好的去行持佛法，自利利他。另外呢，从藏文翻译成西夏文，由世亲菩萨所著的《七功德坛》当中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善趣七功德，分别是长寿、无病痛、殊妙、容色、善缘、高贵种姓、财富、智慧七种功德。所以说，如果过去是积德行善，来世不仅会投生人天善道，而且还能具备一些人类做梦都想实现的条件。现在经常会说投胎是个技术活这应该就是真正的技术所在。还有呢，在龙树菩萨所著的著名的《劝诫王颂》当中讲到了大乘四轮，来说明什么样的人生适合修行佛法。偈颂是这样的：生中依善友，即发与正愿，先生未福业，四大轮全获。第一个，出生地比较好，没有天灾人祸。第二个，能够依止功德殊胜的善知识。第三个，发弘誓愿，力行不辍。第四个，有大福报，很有福气的人。为什么称这四个条件为四轮呢？因为如果具备了这四点，就像拥有了车的四个轮子一样，可以在修道的路上奔驰前进。
以上这些经论中的这个例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什么样的人生适合行善和修持。那么在所有这些说法当中，暇满人生可以说是最完整和全面的一种说法。它涵盖了作为一名修行人应该具备的所有条件。所以呢，通常在讲修行人的人生难得的时候呢，都会特别用暇满来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有关暇满的具体内容，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在龙树菩萨的几经论瑜伽师地论，还有寂天菩萨的集学论入行论等等很多论点当中呢，都有相关的描述。今天我们就把暇和满这两个字分开来逐字进行说明，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首先呢，暇这个字简单来说就是空闲的意思，在这里特别是指有空闲来修法，或者说修法的障碍比较少，阻力比较少。在佛经当中呢，比较常见的是从反面来形容暇的，也就是通过解释无暇、没有闲暇来修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暇的人生。比如说在《八无暇有暇经》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此世间大师出现，所谓如来宣说诸佛所证妙法，善除烦恼，能去菩提，究竟涅槃，尽诸苦迹。说是法时，有人堕在地狱之中，受大苦恼，是名最初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有人堕在恶鬼之中，受大苦恼，是名第二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有人堕在旁生之中，受诸苦恼，是名第三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有人生在长寿天中，无所知晓，是名第四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有人生在边地下界灭力车中，不识善恶，于我四众，不闻不见，是名第五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有人虽复生在中国，然受恶报，聋盲喑哑，以手代言，与善与恶不能分别，是名第六欲住圣行，无暇修习。说是法时，然而信邪道见，作如是说：无施无受，亦无此事，无善恶业缘，无艺术果报，无今世后世，无父母眷属，无化生有情，于此世间无阿罗汉，正趣正行，此是他事，于现法中得自觉悟，正正圆满，皆系了知，我生一境，犯行一力，不受后有，此事皆无，
生极邪见，是为第七欲助盛行无暇修习。复次，诸必除，于此世间无大师现，无实号名，不闻诸佛所证妙法，不除烦恼，不去菩提，不至涅槃，无苦边际。有人虽复生在中国，不聋盲喑哑，不以手代眼，与善与恶悉能晓了，不生邪见，生极正见，然无将导，开出离门，是名第八欲助盛行无暇修习。这里讲说了8种无暇堕入地狱、恶鬼旁生，投生长寿天这是前4种无暇，也就是非人的4种无暇。还有生在边地，不见四众不识善恶，这是第5无暇。第6种无暇指的是盲聋喑哑，善恶不分。这里的中国指的不是现在中国这个国家是相对边地而言的，有点像是有文明，类似都市一样的地方。第7个无暇指的是那些心中充满邪见，比方说不信因果、轮回等等。第8个无暇指的是佛陀没有出世，没有佛法的情况。就算能够明辨是非，持正见五根俱全，生在文明之都，也没有办法修持正法。所以在这部经的最后佛陀说道，说是法时，有人生在中国，而所受身诸根具足，了善恶言，乃至升级正见，汝等必除，当知世人有暇修习，汝等必除，此有暇事，汝等已得。生居中国，逢我出世，得闻圣教，诸根具足，当生勇猛，常勤策力，修诸善品，与善法律，如说修行，辗转相教，辗转忏悔，常静3业，恒行十善，勿为无益，至招后悔。另外在增一阿含经八难品当中也有一段非常相似的经文而且在龙树菩萨所写的劝诫王颂里面也有一段对八无暇的描写，在这里就不引述了。总之呢，他们的意思基本上相同。总之八无暇是说这8种情况会障碍和影响我们修学佛法，但并不是说就完全不可能修行。历史上也有一些知名的特例，比如说马明菩萨，早年是出了名的外道，属于前面讲到的持邪见者，但后来呢改邪归正，皈依佛教，成为一代宗师。除此之外呢，在佛陀本生故事当中也有特例，比如说佛陀曾经投生恶趣的时候，由于过去是修行的习气和熏陶，在地狱中也升起了菩提心。所以说特例也有，而八无暇指的是一种普遍状况，不是绝对的条件。总之呢，暇满人生当中的暇指的是以上所讲的8种无暇都不具备，也就是8有暇，有空闲，
精力、条件和机缘来修行佛法。其实在一些教言当中，除了八无暇之外，还提到了第9种无暇。这个第9无暇说的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每天从早上开始忙，一直忙到晚上，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虽然前面的八无暇我们都成功避免了，但是呢，现代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导致呢，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都要去做固定的事情，完全腾不出时间来休息，这就是第9无暇。所以呢，第9种无暇意思很简单，就是没空休息，太忙了，没有时间，也抽不出时间。其实呢，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无暇。实际上啊，学习佛法并不是说一定需要抽出大量的时间才行。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安排一下啊，尽量想办法找到一种平衡，每天能够留出一点时间来修持，这样就能远离第9无暇，成为真正的有暇人生。以上呢，大概就是有关暇的一些解释。接下来我们来讲满。满就是圆满的意思，也就是具备修法的条件，顺缘。总的来说啊，这种顺缘可以分成2种，自圆满和他圆满，总称十圆满。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中是这样说的啊：云何自圆满？为善得人身，生于圣处，诸根无缺，圣处净性，离诸业障。简单来说，就是生而为人，而且生在中土，很多贤者雅士汇聚的地方，智商没有问题啊，身体上完好无损，而且心中还努力向善，听闻如来所说之法，而生净性，同时远离无间业和随依所有无间业障。云何他圆满？为诸佛出世，说正法教，法教久住，法住随转，他所哀悯。他圆满简单来说就是佛陀出世，哀悯众生而演说正法。佛陀涅槃之后呢，正法正行依然常在，而后世的成就者们也都为了众生而广传法轮，而各个施主们出于对行者的哀悯而善行会施，提供各种资具等等，这就是5种他圆。总之呢，通过以上所讲的8种有暇和10种圆满，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出暇满2个字，就是从修行没有阻力而且充满顺缘2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自己具备了什么样的客观条件来修学佛法。所以说暇满人生难得的修持，说白了就是要反观自己，审视自己的条件和处境。说到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在第五世尊者的那个年代啊，在青海有7位蒙古僧人想要去西藏学习佛法。临行之前，他们各自的父母都一再叮嘱他们，路上一定要彼此关照啊，特别是每天要互相清点人数啊，数一数是不是一共7个人啊，免得有人半路走丢也没有发现。于是呢，他们就这样启程了。然而呢，就在出发之后的第2天，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始数有几个人，不管他怎么数都只有6个人，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算在里面。然后呢，他就告诉同伴啊，好像少了一个人。而另外那6个人呢，脑子也不太好使啊，他们也是不管怎么数都少了一个人，就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一路上也没有人被水冲走，也没有人遇害被杀，这第7个人怎么能就在眼皮底下凭空消失了呢？于是呢，他们决定啊，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盯紧彼此。结果呢，这一路千里跋涉，连睡觉都没有办法好好睡。就这样，一行人呢，精疲力尽的到了拉萨。他们商议之后呢，就决定去找尊者，请尊者打个卦啊，算一算，这第7个人到底去了哪里？那为了说明这个情况，就要写封信呈给尊者。但是呢，这几个人都没有什么文化啊，谁也不知道这封信要怎么写。于是呢，他们其中有一个脑子稍微灵光一点的，就翻了翻般若八仙颂，看到里面有一句经文说佛告阿难，他一看到这句马上说 OK 明白了，知道怎么写了。于是呢，他就在信的开头写道，青海蒙古人告尊者，然后接着说，我们离开家乡时确有7个人，但是隔天就少了1个人，竟没有人被水冲走，也没有人遇害被杀，可无论怎么数都是只有6个人。那第7个人是怎么消失的呢？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呢？您是便知的，请您务必告知。就这样，他们就拿着这封信面见了尊者。尊者打开信一读，再看看他们，于是呢，就让他们几个在座前排坐好，命人上茶，然后呢，请他们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碗都拿出来，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呢，大家都数一数面前一共有多少个碗。这么一数呢，结果每一个人都数出了7个。所以呢，他们数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都能数明白，但是呢，反过来数自己的时候就算不清楚了。不管怎么说呢，他们终于找到了第7个人，所以呢，特别开心，不禁感叹不愧是尊者，果然是便知，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第7个人，而尊者一下子就能把我们7个人全都找到了。当然呢，这个故事可能有点夸张不过话说回来在那个
时代，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啊，基本上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应该也没有学过数学，加上呢这个脑子又不太好用，所以呢闹出这么一个大乌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虽说这个故事啊有点夸张，但是呢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向外看，看着别人，一到别人的事情就看得明明白白，可是呢要是反过来，到了要观察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了。所以呢，了解侠满人生难得，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开始学会好好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价值和各方面所具备的优势，这样才能有自知之明。有了自知之明之后，才有可能去充分的利用它，从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取得更高更好的成就。要是我们连自己的状况都看不明白，那还想要看清自己的心，甚至还想修心，那不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啊，我们下堂课继续，谢谢大家。